后来继续来到台北市的大安区，有一个里长讲，家己的里内有2个为武汉返来的男女，疑似写假资料，所以无法度追踪探访。其中一个台商主动出面到派出所去做笔录来澄清，讲伊是顶个月16号回国，当时并无规定讲爱写啥物健康的声明书。伊返来台湾到今嘛超过2礼拜了，嘛有伫咧厝来隔离，安尼甲误会实在是真冤枉。表情真紧张的查某人来到派出所做笔录，伊是顶个月返来台湾台商，和里长讲伊敢若是写假资料造成里长找无人。不过伊即马出面伫发冤枉，讲伊是顶个月16返来台湾的，当时根本无叫伊写过任何资料。我是1月16号。你们可以查一下机关的剧场，什么时候开始规定要填这个东西？你可以查一查。我是16号回来，你们那时候没有要填这个东西。政府规定，中国港澳等所在返来台湾的民众，爱伫机场入境时写健康的声明书。不过这项规定为顶个月24才开始。依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对武汉肺炎感染风险者追踪管理的规定，若是确诊病例接触者，必须要居家隔离，爱留伫厝内，也是指定的地点，14天袂使出门。卫生局逐工会去追踪2摆，若是无配合，会强制安置。乌白走出去会罚新台票6万至30万。若是乌白、广东、温州市旅游署要过无镜头，也是由首三通入境民众，这是需要伫厝检疫。要是留伫厝内，也是指定地点14天袂使出门。里长也是李干事，逐工会去关怀1摆，若是无配合，卖强制安置。若家己走出去，会罚新台票1万到15万。过来若是中港澳入境有发烧，也是呼吸道症头的民众，爱做健康追踪，避免出外。出国爱挂喙安，卫生局会每一天追踪1摆，早暗卖估量1摆的体温。若是中港澳入境，抑过无镜头民众，也是讲通报个案，抑过已经检验是阴性，即是自主健康管理，避免出外。出外时爱挂喙安，早暗估量1摆体温，这风险的管理有专人伫负责，毛罚金伫约束。抑过即嘛需要大家好好配合，才有有实质的效果。